其實佢最難嘅地方咧係在於，因為佢本身嗰個輪廓咧係塊面比較圓啲嘅，咁就好女仔嘅，所以又佢隻眼又個鼻嗰啲又圓啦，所以佢感覺佢係比較女仔，所以佢個底妝方面咧就會比較難做啲嘅，所以咧。我哋就會用翻好多嘅 shading 咧嚟改變佢面型，因為男仔方面咧係個顴骨啊、下巴啊會方啲啊，個顴骨會高啲啊，跟住個腮骨會勁啲啦，咁所以咧佢就冇呢啲嘢，所以就要加落去咯，咁就會比較難，同埋佢個眉毛就比較疏落少少嘅，所以咧喺呢度呢部分咧就要再加多啲心機係啦，咁就要去做翻一啲男仔少少嘅眉毛啦。